湾甲美国的经贸谈判有重大的突破，咱摕到对等关税15%无国他起嚟的上优惠的待遇。学者来分析，双方签署到合作备忘录的地点是美国的商务部，并不是伫个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名义上的民间组织。而且美国商务部发出的公文有讲到协议的英文，甲 with 台湾，讲这其中拢有政治的含义。 我们会继续努力。看到真侪届现身伫机场，行政院副院长戴丽君为去年5月头一届甲华府做谈判，前后经过6届实体参详，美当时间2026正月15，台美的关税谈判总算是确定15%无国家。只要追求的4项的谈判目标。 可以说全数的达成。来看谈判过程，初步结果伫咧去年的8月初1，美国公布台湾暂时性的税率20%，当时是为32降到20。10月初2，台美第5届实体参详新进度，双方提出台湾模式，滚留台湾布局全球，扩大投资美国，而且协助美方开发产业自路，类似科学园区。不过绝对无同意晶片兑换，以后就用台湾模式达成合作。若台美双方签署 MOU 的地点伫咧美国商务部，毋是伫咧 AIT 一个名义上的民间组织。行政院副院长戴丽君甲美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徛做伙笑眯眯。学者分析，美国商务部发的公文，其中协议 agreement 甲最后的 with Taiwan 拢真有意义。agreement 一般而言，它都是国家跟国家之间所签署的一个文件。那最后，它也用 with Taiwan， 美国政府它是把我们台湾视同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或国家来去看待。今天的谈判未来会更有助于台湾的产业。 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台美达成关税协议，外媒嘛拢报道，金融时报聚焦这个协议嘛，甲2500亿美金的晶片投资案有关系。海南社讲到美国对台湾征收较加15%强力的关税。另外关注台湾企业承诺伫咧美国进行总额有2500亿美金的全新投资。台美双方贸易的后一步，全球拢在看。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